喺我讀到小學5年級嘅時候，我搬咗去界限街住，隔籬咧係明愛服務中心嘅 A 座啦，後面咧就係聖德肋撒教堂。咁由屋企咧去教堂咧只需要5分鐘，咁啊同耶穌咧又越嚟越接近啦。咁每一日放學咧，由太子道通過一條路仔，右邊咧係教堂啦，左邊咧就係明愛服務中心嘅 B 座啦。咁經過一處空地，再落一條小嘅斜路，去到明愛嘅 A 座咧，咁就翻到屋企噶啦。咁呢塊空地咧，我都唔知係屬於明愛咧定係教堂嘅。咁因為星期1至到星期5咧，佢係一個籃球場，星期6日4點後咧就會成為一個停車場。咁黃昏嘅時候咧，就有好多私家車咧就泊喺度，咁啊啲信眾咧就入教堂咧望彌撒嘅。咁小學5年班咧，同一班頑皮嘅同學放學後就入教堂探險。咁因為咧覺得咧教堂咧好有神秘感。咁入到裏邊咧四面無人啦，咁我仲對住其中一個神像咧舉高雙手大叫萬佛朝宗咁樣。咁突然咧有人咧喺背後咧就拍咗我一下，咁啊回頭一望咧有一位咧藍眼睛嘅西人咧望住我，咁應該係神父啦。咁佢話：小朋友，你喺度做乜？咁啊好驚啊，咁啊即刻走啦。咁啊好在咧佢冇捉住我啊。咁啊讀到中2啦，咁啊參加咗籃球組，成日咧去明愛球場打波。到夜晚嘅6點半啦，哇喺教堂嗰支射燈咧就會開燈啦。咁所以咧就夠光咧可以打夜波。咁啊練得多咧，咁啲球技咧就突飛猛進啦。咁啊中3咧仲入咗校隊出外比賽，仲攞過獎牌，得到榮耀。真係感謝主啊！咁啊看更咧阿伯咧同我講咧，咁原來咧係神父咧叫開燈俾我哋呢一班年青人打波嘅。咁人哋咧對我哋咁好，我哋冇句多謝咧，竟然咧恩將仇報添。咁因為星期6日黃昏泊車啦，我哋咧就打唔到波咧，懷恨在心啊！咁竟然咧鎖咗咧道街閘，唔俾啲車咧駛入車場，搞到咧成條巴芬道咧塞滿晒車。咁人哋咧望彌撒嘅時候咧，我哋咧仲喺門口咧叫囂啦。咁啊後來咧大個咗出嚟做嘢啦，諗翻起咧真係好慚愧。咁但係咧亦都冇勇氣咧係向主耶穌道歉。咁不過咧知道呢一件事，我做咗咁多錯嘅事啦，咁教堂咧仍然開燈俾我打波，主耶穌咧一樣係咁錫我，冇放棄我，感謝主耶穌。